收到強制驗樓令，全個屋苑最驚嘅通常都唔係驚大廈會冧，而係收到一張好似催命符一樣嘅天價維修帳單，每戶攤分10幾萬甚至乎30幾萬。普通打工仔幾年嘅積蓄話咁快就冇晒。好多業主以為，既然而家政府同市建局有招標妥平台，全屋苑一齊開大會揀一個最平中標嘅承辦商就最安全、最公道啦。但我今日要以工程項目經理嘅身份話俾你哋聽，我想同你哋一齊撕開呢個殘酷嘅真相。喺工程界裏面，往往最平嘅標書先至係最貴嘅陷阱。如果你哋係第一次睇我嘅片，大家好，我係你嘅大廈策略顧問 Roger。我係一個註冊土木工程師，亦有10幾年嘅物管經驗。呢個頻道我係用行內人專業嘅角度，幫香港業主踩界屋苑成日遇到嘅物管同埋維修大坑，幫你哋保衞最寶貴嘅資產。想學識唔好再俾人當韭菜咁樣過，記住而家訂閱我呢個頻道，點讚呢條片同埋打開個小鈴鐺啦。好啦，我哋翻正題。承建商同埋某啲唔中立嘅顧問公司最中意咧就係利用小業主唔識睇嘅工程量清單，英文叫做 Bill of Quantity， 簡稱 BQ。喺標書入面咧就設落咗大量合法又合理嘅搶錢後門。而家好多屋苑都因為係咁樣，開工之後咧就俾呢啲無底洞係咁追加工程費。今日呢條片我會教大家睇穿標書入面最常見嘅3個加價套路，隨時幫你哋同埋你哋嘅屋苑可以慳翻幾百萬。到底承建商係點樣做到低價中標、高價離場嘅呢？你打開幾百頁嘅標書，會見到好多嘅核心項目，例如外牆防漏啦、石屎剝落修補、鋼筋除鏽等等。承建商報價嗰陣呢，就會特登將呢一啲項目同埋預算咧就填到最低，甚至乎將預計工程量咧報到最少。咁樣仲有咩好處？咁樣做個總價望落去咧就會睇落好似好平、好吸睛，就會成功吸引咗一班嘅業主咧就投票俾佢哋中標嘅。但係當佢哋成功進場啦，全棟大廈搭晒棚之後咧，佢就會同法團講：喂，我哋拆開咗外牆先至發現咧，原來入面爛得好厲害。原本標書預計整100個位，哇！而家表面睇咧，我哋都要整成1000個位啊！嗱，因為呢啲咁嘅暫定款項，又或者係列價清單嘅項目咧，喺一般嘅工程合約條款下面咧，係容許根據現場實際嘅情況去重新計算個總量，又或者按合約規則咧就去調整嘅。通常咧就會透過一個叫做追加工程指令，英文係叫做 Variation Order， 簡稱 VO 嚟處理嘅。結果全棟大廈嘅業主以為投標價係2000萬啦，開工之後單係外牆石屎維修呢一項就可能可以源源不絕咁係咁追加到成4000萬。呢個係工程界常見嘅合法調整機制。如果標書起初嚴重低估，又或者勘察不足嘅話咧，就好容易變成低價中標、高價追加嘅噩夢㗎啦。一份真正合格、對業主有保障嘅工程標書，所有材料嘅牌子、型號、工藝標準、修補厚度、防鏽處理等等，都會寫得一清二楚。但係某啲標書係故意寫得非常之籠統嘅，例如只寫維修外牆石屎，但係完全冇寫明修補幾厚、用咩規格、用咩物料，甚至乎需唔需要專業防鏽處理等等。結果中標進場之後，承辦商咧就用啲最平、最基本嘅物料幫你手。嗱，如果你哋嘅法團要求用更好、有防滲漏作用嘅專業修補物料，咁點啊？可以加錢咯。你希望佢哋喺外露嘅鋼筋再油防鏽漆？對唔住，當初個標書完全冇寫明呢一樣嘢，呢一個係合約範圍以外嘅額外工程，又要加錢。嗱，呢啲含糊嘅描述，正正就係日後工程索償嘅導火線啦。而最多屋苑中招嘅地方，就係顧問公司同承建商之間嘅神奇默契啦。根據現行物業管理條例第344章，同埋政府最新通過而陸續生效嘅2024年建築物管理修訂條例，針對大廈維修工程採購，即係只要每個單位平均維修費超過3萬蚊，法團就必須遵守極之嚴格嘅新規定。除咗要公開招標之外咧，仲會大幅提高咗業主親身投票嘅門檻，
防止有人私下收集大量嘅授權書嚟強行通過一啲天價嘅工程嘅。點解政府要修例收得咁嚴？咪就係因為以前太多黑幕咯。大家應該會聽過當年轟動全港嘅沙田翠湖花園2億幾嘅維修圍標案，當時涉及嘅物管高層、承建商同埋顧問公司串謀圍標，私下利益輸送，最終咧就被廉署同埋競爭事務委員會咧就揭發咗，有好幾個人咧因為咁而被判監添。佢哋最慣用嘅手法，好多時就係利用合約嘅漏洞，某啲唔中立嘅顧問公司喺幫法團草擬招標文件嗰時候咧，故意將某一啲大廈必要避都避唔開嘅項目，例如更換地底喉管啦，又或者消防關鍵泵房嘅升級工作，漏咗佢，唔寫入標書。承建商睇穿呢啲漏洞，特登報一個極低嘅整體價格。中標開工搭晒棚之後啦，承建商就突然發現呢啲問題，話如果唔做就違規，又或者有安全嘅風險。顧問公司喺隔離梗係推波助瀾啦，要求法團簽追加指令。因為工程已經開咗波，棚價租金斷日計，業主根本冇得揀，只能乖乖地俾人劏咯。既然魔鬼在細節，我哋普通業主開大會睇標書嗰陣可以點樣自保？今日我教你哋3招工程項目經理最常用嘅防身術。第一招就係逼顧問公司鎖定工程量嘅基準。喺全體業主投票選承建商之前呢，你哋必須喺業主大會上面公開質詢顧問公司，要求佢哋提交一份詳細嘅工程量估算基準報告，並要求佢哋書面確認標書裡面嘅工程量嘅準確性，例如將誤差值控制喺一個合理範圍裡面。你哋喺全體業主面前問，如果開工之後發現實際嘅工程量嚴重超出預算，顧問公司係唔係願意承擔監管或者勘測不準確嘅相關責任？只要你敢拋出呢個專業問題咧，嗰啲有心設局嘅顧問公司咧就會收斂好多噶啦。第二招，喺合約加入追加工程總額上限條款。喺法團同承建商簽署最終合約之前咧，堅持要加入呢一條嘅保護條款。大概意思就係，本工程所有因為現場實際情況引致嘅追加項目，即係 VO 啦，佢嘅累積總金額係唔可以超過合約總造價嘅5%，又或者雙方擬定一個合理嘅百分比啦。超出嘅部分呢，除非能夠證明係因為一啲不可抗力因素嘅關係，否則承建商呢要自己食鬼咗佢。嗱，雖然喺工程實務上，承建商可能會因為風險高咗而抽高咗個底價，但係呢條條款咧，絕對係一個好重要嘅談判籌碼嘅。第三招就係集資聘請獨立嘅工料工程師啦。動不動就要幾千萬嘅大廈維修，業主千祈唔好只係相信法團幾個熱心，但係又未必有專業成本控制經驗嘅街坊。屋苑應該係每戶夾多幾百蚊，獨立聘請一個完全獨立，但係又唔屬於顧問公司嘅工料測量師。英文叫做 Quantity Surveyors， 簡稱 QS， 由專業嘅 QS 幫業主核實每一張追加嘅帳單，親自去現場量度工程進度係咪屬實。有專業嘅 QS 幫你睇實個荷包，承建商想虛報又或者亂咁追加工程項目就難得多啦。大廈維修本來係改善居住環境、令物業增值嘅好事，但喺香港佢往往變成某一啲嘅利益集團嘅提款機。面對住幾千萬嘅工程合約，單憑一股熱血同喺業主大會上嘈交係贏唔到嘅。你必須要用工程嘅邏輯同埋合約條款去保護你自己。如果你住緊嘅屋苑最近正係準備大廈維修，又或者收到幾份不明不白嘅標書，歡迎你哋喺下面嘅評論區留言，寫低你哋屋苑名稱、樓齡、大概報價，又或者你哋想提出任何問題，我都好歡迎你哋喺下面留言。我會用工程項目經理嘅經驗幫大家睇清楚盲點，一齊守住大家嘅荷包。下一期影片我會繼續為大家拆解屋苑嘅管理黑幕。點解你哋屋苑嘅法團永遠換唔到？等我教你睇穿授權書背後嘅操控同埋合理反擊嘅方法。想保護你哋最貴嘅資產，記得訂閱我呢個頻道同埋打開個小鈴鐺啦。最後我都要同大家溫馨提示一聲，雖然我係用行內嘅經驗幫大家拆解黑幕，
但係每棟大廈嘅大廈公契、合約同埋實際情況各有不同。今日分享嘅只係屬於一般嘅教育同埋資訊參考。如果大家屋苑正係面臨具體嘅法律或者工程糾紛，記住一定要諮詢合格嘅律師、獨立工料測量師，又或者認可人士嘅專業意見啦。我係你哋大廈嘅策略顧問 Roger，下期見，拜拜。